伫台南宁街120贯道的车路弯弯弯弯，真侪骑车的人真爱来到这个所在，拼速度压车等风神，却定定累惨发生意外。今年1月呢，就3站的死亡事故，警方加强稽查，开出3000多张罚单，也设区间测速系统、车红灯等等的设备。当地居民也讲，平常时是有减较少，不过假日时有关真侪。 重型机车拢甲脆，连行了甲规箍卡，但120贯道的路是弯弯弯弯，佮加上路真宽。真侪骑士介来遮走山，今年1月就发生3件死亡事故，推出警方加强稽查，不过地方嘛是足困扰。这白牌啊，好影响啲飙车有够侪人啦。 当地住户讲，平常时较少车来啊，假日游玩有人来遮用姓名点票票，其实市府相关局处主要是加强处理，增设车红灯，甲分隔岛的口甲挡起来。 佮有设区间测速系统，毋过住户就质疑讲，敢有效？真个点啦吼，因阿人拢知影对也有，啊对也有是伊减速了尔，佮无伊就就佮行。编排巡逻、守望、路检勤务等不定点的交通稽查勤务。另外，每个月办理监警环联合稽查，针对车辆实施改装、噪音。 排放废气检测与取缔。警方正表示稽查，今年1月到4月，参去年同时阵比较，违规数量增加8倍。警方要员是希望民众过弯的时，爱放慢速度，确保安全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